大家好，我係馮巧純。今日嘅題目係颱風過後。颱風係一種強勁風，佢會破壞我哋嘅家園同建築物，樹木都會被吹冧。颱風會以風力同風速分為1號、3號、8號、9號同10號風球，而且會為颱風改一個獨特嘅名稱。喺2025年裏邊，因為全球暖化問題，導致極端天氣，已經掛咗2次10號風球，分別係7月20號掛嘅韋帕，同埋9月24號掛嘅華加莎。颱風來臨就好似小朋友，學生嗰日唔使返學，對小朋友嚟講應該係好開心嘅，因為多咗1日假期。但另一方面，對家長嚟講，小朋友失去學習嘅時間，會擔心課堂追唔上，而且雖然唔使返工，現今嘅科技雖然係刮颱風，但家長們都要喺家裏邊工作，所以仍然有排山倒海嘅工作要處理，又要照顧小朋友，真係好忙碌。颱風對建築物嘅破壞可以非常龐大。2025年極端天氣，喺筲箕灣慈幼小學，因為颱風令山坡黃泥湧入校園，造成嚴重水浸，課室裏邊嘅書本、桌子同椅子都被沖走咗，最後要停一段時間，改為網課。雖然颱風帶嚟唔同嘅破壞，但我哋幸運地有1日假期同家人一齊享受。颱風過咗之後有大雨，有時仲會見到彩虹，為我哋忙碌嘅生活帶嚟一啲生氣同希望。多謝大家。